林志坚伫咧做新竹市长的时阵，有去领一只狗仔来饲，而且呢，佮宣布这只号做种种的狗仔，就是新竹的饲狗。也毋过最近呢，所有人发现这只种种又搁倒转去动保所，这是引起社会真大的讨论。即马新竹市府已经有证实这项代志，伊嘛讲目前这只种种是由志刚来照顾。我是宗宗，宿舍编号 B003。 这是英国新竹市府帮种种翕的影片，后来种种搁伫2020年前市长林志坚时期来到市府担任饲狗，没想到种种煞互人发现疑似弃养，又搁转来到收容所等待领养。民众认为前市府乃当领养以后搁弃养，不便讲根本只是利用狗来当作宣传的工具。是很不应该啦，对啊，因为你既然不能只把狗当成宣传的工具了，对啊，既然过来试捕了，然后他又那么老了，已经13岁了，就应该好好的安顿他。毕竟狗是一条生命哦，你既然跟他认养过来，利用完了以后又塞回去给动保所，老了，真的是很可怜啊。对此，市府证实，2021年种种就互将市府送转来到动物收容所，经过志刚照顾了后，目前种种已经13岁，健康状况真好，也开放民众领养。种种是2018年进入到动物收容所，那2020年的时候短暂到市府一段时间之后，在2021年再次回到动物收容所。那种种在动物收容所的这段期间，由保育员以及志工悉心的照顾之下，虽然他现在已经超过13岁，不过动物的精神状况以及活力都还十分正常。也欢迎有意愿认养种种以及其他毛小孩的民众们踊跃来动物收容所认养。动保所指出，种种过去是市府代表带登去市府饲，不是由个人领养。一般的民众领养了后，是袂当搁退回动保所，所以民众领养进前一定要确定家己敢有照顾的能力。也希望大家以领养来代替买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